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 HKFS 特別節目2026年生肖預測新聞報道。我係吳一言，本節目焦點將會落喺今年運勢中游偏上屬雞嘅人士。屬雞嘅人士喺2026年運勢可以話係穩守為攻，事業、財運、人際關係皆有不錯嘅表現。市民可以借此提升個人運勢。資料顯示，屬雞嘅人士今年會有女貴人幫忙，喺事業上面，但凡係女上司或者有女客戶嘅市民，會有不錯嘅表現，有望提升業績。除此之外，亦都有吉星牽動，有利於見客戶嘅工作業績大有提升。姻緣方面可以穩定發展，例如係單身者都會容易有姊弟戀情嘅發生。喺財運方面，今年可以投資，但係特別要注意有關於嘅文件條款。健康方面，因為有小型太歲嘅出現，要特別留意呼吸道嘅感染。但凡去多人嘅地方，可以戴口罩。以上係本台為市民整理嘅2026年屬雞嘅年度運程預測，多謝收睇。另外，本台亦備有流年飛星嘅節目，希望各位觀眾期待。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，給我點讚分享喲。